就是 grab。你拉，沿着，他说用另外一只脚，他那只脚受伤，他那只脚。沿着，一拉，看，这啊，看，一拉它是没倒，哇！所以你他先 fall 一下，再一脚，这，是没倒，再一个，没倒。Also the stretch. I'm telling you. 1, 2, 3. 哎，没事。